你把我当成了什么？你真把我当妈了？我凭什么要听你说这些？你凭什么在这儿告诉我你跟他的事儿？好，你既然说你要把失去的一切都找回来，是吧？那我要你做一个选择。要么继续追求你的梦妮，永远离开何家盘，就当我这些年我瞎了眼；要么跟我一起接受何家盘，永远都不见梦妮。你选吧。这不是选择题。我现在要你的答案。我不会离开何家盘。你现在是要告诉我，你刘一鸣很会知恩图报是吗？我们俩都明白，10年了，一起经历过多少风风雨雨。这所有的一切都比不上你的梦妮。我和梦妮，你和我们3个人的感情不一样。可可，我知道近3年你对我做了什么，但是你是我哥们，你是我的家人。我谢谢你，别再说什么家人了，我们俩都别做逃兵行吗？你给我一个答案。你稍微冷静一下，好好睡一觉。刘一鸣，既然你那么爱他，为什么连面对和做选择的勇气都没有？你这样还是个男人吗？我不需要这样去证明我是个男人。这些年我爱他的心从来都没有变过。好，既然你做不了决定，那我帮你做。刘一鸣先生，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你已经被公司开除了，请明天中午12点以前离开剧组。我不会离开何家班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了解我的脾气，我现在就去通知他。哎，可可，你来的正好。哎呀，正好去找你呢。哎，明天的场景落实了没有啊？明天的拍摄可能要更改一下，刘一鸣要离开剧组了。去哪儿啊？他已经被公司开除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这怎么都没跟我说呢？我现在就来通知您的，刘一鸣已经被开除了，我会马上联系备选的演员。哎，可可，他到底？哎，可可，你喂，小卓，我跟你说，你发的什么神经病啊你啊！不是，你有完没完啊？在家里闹，我让着你，可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剧组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全剧组上下100多口的人陪你玩呢啊，被公司开除了，我看就是你捣的鬼。我不需要向你解释，我只告诉您一件事儿：刘一鸣这个人，咱们看错了。现在是他放弃了我们干嘛还要留着人家？我刘一鸣从来就没有说过这个。
可，我不知道你们两个之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，可是还让我跟你们说多少遍啊？拍戏是一件多么严肃的事儿啊！真的是没有精力跟体力在跟你们闹了。何导，我没有闹，我更没有开玩笑。如果明天刘一鸣不离开剧组，那我走，让谁留下你自己定。可可，何可可，可可，何导，何导，来人，来人啊！何导，何导，何导会没事的，别担心。吉人自有天相，对不对？我们还需要你，不是吗？千万别哭啊！蔡主任，怎么样？哎，可可，你父亲是急性脑梗塞，幸亏抢救及时，现在没有大的危险了。太好了。怎么会呢？我爸之前身体一直都挺好的，是不是因为情绪太过激动的关系啊？情绪激动也是一方面的原因，可能是因为他之前打的2个喷嚏导致这次发病，再加上他以前有动脉硬化。这样吧，等一下我把他转到加护病房去，你们不要再刺激他，让他好好休息一下。好的，谢谢好，谢谢大夫。大夫辛苦了。可可，放心吧，何导会没事的。一定的。谢谢大伙儿，我们也早点回去吧，不要打扰何导早点休息了。谢谢大伙儿，辛苦了。我们先走了，再见。多保重，多安。我的爱已碎满照片的世界，我的天空没有爱情的告白，越走越远吧，想哭也无所谓。说再见，我却只想回到从前。握住你的手，依偎老何，你醒了？你觉得怎么样？快吓死我了！昨天。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想说什么？你怎么回事啊？没事。张主任，我爸好像说不了话了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拆开。没事，这是脑梗引起的这个语言功能的障碍。那属于正常吗？正常啊，不过需要一些时间来恢复。大概需要多久啊？这一次抢救比较及时，完全恢复的话不需要太长时间。我去给你的父亲做一个完整的治疗计划，你们呢让他好好休息。行，别着急啊，别着急。谢谢啊。